稅務調查常識系列之收入與報稅不相符。豪得起生活，但豪唔起報稅，係最易被抽查嘅人。好多生意人外表身光頸靚，住豪宅，開名車，戴金錶，周圍去高級餐廳打卡，旁人以為佢收入可觀，財務狀況理想，但去到報稅嗰陣，情況又唔一樣，收入細到好似世鋪散貨場咁，利潤薄到可憐。而問題就喺呢度出現，生活方式太豪，申報收入太低，稅局一睇就知唔對路。稅局內部有嚴密審查系統，唔難揾出報漏稅嘅問題。漏報稅後果唔輕，除咗要補交短報嘅稅款之外，再加上可能罰3倍短報稅款同利息。所以出問題嘅唔係身光頸靚，而係生活模式同報稅數字唔相稱。點樣避免中招？第一，保持低調生活方式；第二，保留好交易記錄同文件憑證，以便日後需要時能夠提供清晰嘅證明。第三，如果有懷疑，唔好亂填，唔好諗住胡混過關。如果你已經被抽查，或者覺得啲數唔太安全，記住千祈唔好自己走去同官員交涉。你講多一句，隨時露出更多馬腳。你應該做嘅係揾合資格嘅稅務代表，幫你核對賬目、重整記錄、處理解釋，甚至幫你爭取減低罰款。如果你唔肯定目前嘅稅務狀況係咪安全，又或者已經收到查詢信、問話信，甚至面談通知，請盡快揾專業會計師事務所查詢。保持賬目清晰，比身光頸靚更加重要。